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。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呢則新聞撮。呢新聞資料來自1月15日 RTHK 新聞。我哋睇下個標題先。標題係講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，6%雙位數增長。機管局表示，香港國際機場去年共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。聖誕旅遊旺季亦推動增長，12月期間共有8天的單日客運量超過20萬人次。機管局說，去年全年客運量錄得15%的雙位數增長，全年航班升降量達394730架次，按年升8.7%，全年貨運量則增長2.7%，達507萬公噸。去年12月，機場接待580萬人次旅客，升13.5%。當月訪港及過境或轉機旅客均錄得雙位數增長，其中往返內地、東南亞及北美地區的客運量增幅最為顯著。大家對以上呢則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俾我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